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林园的中门路一栋10层楼的大楼，半暝啊4点外，不明的原因导火烧起来。这个大火为1楼快速烧到2楼，有3个人未赴走，消失伫个火群。3个死者，一个是38岁台湾人，另外2个一男一女是越南籍的移工，分别死伫个2楼的房间甲走廊。啊，迄位死者38岁台湾人是厝主的后生。 人个厝的窗门烧甲拢臭火大，过日出白烟。毋那2楼，连1楼大门的玻璃嘛拢烧害了了。真侪警消人员真紧张，因为导火时有人伫内底。阮囝伫3楼，后壁间，我要甲吹伊啊。拢你是特保药？一般啊，一般牙房。哦，牙房啊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住在里面，先加入。 火烧厝嘛，好厝边隔壁条件拢走出来看。代志发生伫透早4点外，高雄林园中门路这栋大楼，敢若是伫1楼导火了后，火一直拖到2楼，造成1男1女越南籍移工甲一个台湾人38岁姓王的查甫人，未赴逃生，被发现的时已经无开案。在2楼有3位。 有3位那个欧卡的民众，我们有看到租赁契约啦，但是目前可能租赁契约跟实际住户不太相符，所以目前都还在厘清。不停往生的2个越南人身份，还去调查。这个姓王的查甫人是厝主的后生，伊本来住伫3楼，可能是导火时要走落来楼骹，结果嘛走无出来。酒店是捌伫2楼吗？3楼，伊住伫3楼。哦，3楼，哦，所以唔知影是出去还是安怎？无啊，伊无出去啦。 目前大火造成天然应该家属悲痛万分。透早火调人员由风水线进行监视，是意外也是有其他原因造成3死的火警，这要过进一步的调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